第77日，我嘅心智係一座裝滿美好想法嘅花園。想象你嘅心智係一座花園。首先，花園係一片泥土地，可能長滿咗好多自我厭惡嘅荊棘，以及散佈住絕望、氣憤、擔憂嘅大小石頭。仲有一棵需要修剪嘅老樹，叫做恐懼。等你解決晒呢啲嘅問題時，土壤嘅狀態會日漸變好。於是你種下一啲喜悅同埋富足嘅種子或者小樹苗，陽光灑落喺花園裏面，你耐心咁樣淋水施肥，用愛嚟關注佢哋。一開始似乎睇唔到咩成果喎，但係你冇停落嚟啊，仲係繼續照顧你嘅花園。如果你有足夠嘅耐心，花園就會欣欣向榮，開花結果噶啦。你嘅心智亦都一樣，你挑選想要滋養嘅想法，然後耐心咁樣等呢啲想法茁壯成長，創造出你想要體驗嘅美麗花園。